我身後呢一個利高廣場咧，沉寂咗10年咧，今年咧先係第一次攞出嚟開波賣嘅。呢個樓盤咧喺呢個西區嘅位置嘅話，係擁有頭排嘅光景咧。咁我哋以前細個嗰時候咧，望住呢個咁大型嘅建築物咧，一直遲遲唔開賣喎。每個人對佢都係非常之感嘆。咁而家咧，直接係8字頭嘅單價可以買到西區嘅核心地段，仲要係俾到一線頭排光景房俾你。嗱，已經翻到嚟到屋企呢個110平方嘅單位，睇到呢一個入門空間咧，真係非常之豪華奢侈，足差唔多有6個平方贈送俾你。咁咧入到嚟呢個咧南北對流嘅大廳，嗱，看過嚟呢一個一線嘅無敵城市，成個西區、東區、食奇區、火炬區，全部一覽無餘。咁咧再過嚟呢邊咧，跟住係餐客一體嘅呢邊嘅廚房咧，大到不得了。嗱，中意煮飯嘅朋友咧，呢個廚房咧目測起碼應該有12個平方。再過呢一個工具房咧，呢一個路房全部都係送俾你咧，有5個平方，嗱，非常之大。110平方嘅話係100%嘅實用率唔止嘅，我覺得應該係有120的用率。咁咧3間房都係大房嚟嘅，都係可以望到一線嘅一個無敵景觀。再過嚟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就係270度嘅一個開揚視野啦，即係同樣亦都係大衛生間嘅，可以見到同餐廳嘅視野景觀咧一樣嘅，非常之開揚。呢度咧大概101萬就可以攞低啦，咁咧首期咧都15%，大概係18萬左右就可以上車啦。月供嘅話都係4000蚊左右。感興趣嘅評論區3個8特價表我已經準備好啦。